大家好，呢度係珠海粵海國際康養城。早日大灣區銀髮經濟產業發展交流考察團到訪我哋項目，進行實地考察同專題座談研討。本次考察團陣容十分鼎盛，當中有高永文醫生、蕭英傑會長、林美玲醫生以及眾多香港醫療界嘅專家、業界領袖同埋社團代表同政界嘉賓。咁參觀全程有我哋粵海國際康養城總經理鄭巧玲女士、醫療專家劉培華醫生，全程陪同接待，帶住考察團實地參觀咗活力公寓、護理公寓同園區景觀。詳細講解項目嘅整體規劃、各項長者友好設計，以及專門為港澳長者量身打造嘅專屬康養服務體系。現場亦同步介紹咗項目嘅運營規範、醫療同埋醫師配套、慢病照料、認知症專區等核心嘅服務內容。考察團實地參觀完結之後，眾嘉賓圍繞大灣區跨境養老嘅發展機遇展開探討，釐定咗粵海國際康養城符合灣區長者一站式綜合康養嘅發展定位，非常適配港澳長者嘅居住、醫療同保障配套。座談交流期間，高永文醫生、蕭英傑會長、林美玲醫生等多位業內專家，結合咗香港多年嘅醫療康養經驗，同我哋鄭巧玲總經理、劉培華醫生充分討論咗多項實操性極強嘅專業話題。其後，粵海國際康養城董事長鄭志才先生親臨會場，向港澳考察團所有嘉賓致以熱烈的歡迎，殷切期望能聯動港澳各大行業協會，打通醫療保險、人才資源渠道，依託珠海特天獨厚嘅區位優勢，合力打造粵港澳跨境康養標杆項目。我哋粵海國際康養城坐擁珠海核心優越條件，主動聯動港澳各界專業資源，不斷完善適配港澳長者嘅一站式康養配套，持續升級醫療護理、心理疏導、認知篩查、跨境保障等多元化服務，發力灣區銀髮經濟，打造港澳長者安心舒適嘅綜合康養居所。